华视在地新闻继续要来讲新冠病毒，即卖是全世界共同的敌人。要预防甲对抗着新冠病毒，中央研究院基因体研究团队为3000多种的中西药当中，透过细胞甲动物的试验，发现5种现有的药啊甲保健品，会当来预防，而且来清除着初期患者的病毒。 尤其是美尔奎宁甲薄荷，讲这个扫毒上界见效。他亲自尝试上百种花草，从中选出可以替人治病的药草。古代新娘刺壁草，现代新郎是刺千草。中研院基因体研究团队为3000多种的中西药中发现5大金刚，会使拍退新冠病毒。西药内面呢？ 抗关节症的药啊，美尔奎宁；抗艾滋病药啊，奈菲那韦。中药内面的灵芝豆糖体加薄荷，技术的萃取物，利用鸟鼠做实验，发现讲确诊的鸟鼠啊，一直散落去，佮利用这5种的药啊了后，会使有效抑制病毒的活性。单独要靠药把我们的疾病病毒给消灭，那是很困难的，但是。 喝药的好处是，在你感染的初期，或是你没有感染的时候，尤其是在感染初期，病毒量还少的时候，你吃了药可以把病毒的量降低蛮多的哈。即使从70方到60方，你也降低了90%以上的病毒了。 这5种药啊内面，利用同比例对动物做实验，效果上好的西药类是美尔奎宁，中药类是薄荷，效果上好。研究团队认为讲，会使用伫预防甲初期患者清除病毒，希望讲后一步会使进入人体实验，来证明讲这个薄荷除了讲会使清洁以外，嘛会使对抗新冠病毒。